慈母拾荒，個女賴床喺屋企燒死。消防員趕到嚟，救出瞓喺碌架床下嘅已經昏迷嘅阿英。佢身體多處燒傷，懷疑因為行動不便走唔到，監生俾濃煙焗死。44歲嘅阿英，2歲嗰陣因為發燒變咗智障，同70幾歲嘅媽媽相依為命。命根嚟㗎，行步都跟住㗎幫，所以今朝翻嚟嘅時候佢日衝入火場，乜差人唔俾佢入火場。尋日凌晨3點幾，媽媽如常嗌阿英一齊出去執紙皮，但係阿英唔肯起身。懷疑神台燈電線短路，我一個錘仔，一支螺絲批，2下就仲有街坊想拖喉救火，點知冇水出。知道拉女阿英死咗，媽媽幾乎崩潰，係咁抱實個女生前最中意嘅公仔。街坊話媽媽40幾年嚟堅持獨力照顧阿英，都唔想送佢去智障人士宿舍。佢即係好似植物人咁，你叫佢咁就咁嘅啫，佢即係話唔會自己行嘅，只係有一句聲就係媽媽媽，就係咁樣嘅啫。佢嗱好多時佢都照顧佢好好嘅，咁啊經常咧就行呢條樓梯拖住佢行起上嘅。但係始終媽媽都咁老，照顧阿英真係有心無力。今次留佢喺屋企就出事。